我哋每朝早都起身返工、放工，放咗工就係返屋企食飯、瞓覺。唔知道你會唔會對生命覺得越嚟越麻木呢？有啲做寫字樓嘅朋友都講過，我而家20零歲嘅人生就係咁重複、咁規律、咁刻板。究竟我嘅目標係啲乜嘢呢？每一日返到公司望住老細，我有冇機會坐到佢個位呢？每一日返工、放工，到底我為嘅又係乜嘢呢？有時候同班朋友坐低吹水嗰陣，都有諗過呢啲問題。不過我哋思考完之後，第二朝又係咪繼續起身返工、放工，一啲都冇改變過呢？只要多啲留意身邊嘅事物，可能會為我哋帶嚟唔同嘅際遇之外，亦都可能會為你嘅人生創造出另外一個世界㗎。喺中國有一間公司，有一個後生仔叫做小強，佢平時最中意就係同班 friend 去行山探險噶啦。但係今個禮拜日呢，佢個 friend 就同佢講，叫佢一齊打 war game 喎。咁到咗星期日啦，小強呢一早就去個 war game 場啦。佢眼見啲人接二連三咁樣將啲子彈係咁射喺個山頭度，搞到成個山頭都係子彈，佢差啲想走去鬧人添啊！但係突然之間佢又諗到啲嘢喎，決定聽日呢個時候再嚟呢個山頭。到咗聽日啦，小強果然又嚟到呢個山頭嗰度喎，但係佢今次冇帶槍，反而着咗消防員救火啲厚衫厚褲喎。究竟佢着到成個消防員咁，想做啲乜嘢呢？隔咗一陣呢，佢就一口氣咁樣跑到山頂上面喎。哇！佢見咗山頭四周圍呢，好多白點點。原來啊，嗰度有成幾十萬粒子彈喺個山頭上面。小強翻落山之後呢，就即刻去揾野戰場個經理啦，跟住同佢講：喂，經理，我想用每一個1毫子嘅價錢同你買晒山頂上面嘅子彈啊！經理就諗啦，呢個人係咪傻噶？竟然肯用錢幫我買晒山頭上面嘅垃圾喎，仲可以幫我清潔埋添。佢梗係一口答應咗啦。隔咗幾日呢，小強再次跑到山頂上面啦，佢執呢啲人人都以為係垃圾嘅子彈，結果嗰一日啊，佢執咗成3萬粒子彈啊！於是佢就請人哋幫啲子彈清潔啦、重新噴油啦、包裝、印埋自己個名上去添，以特價推出市場，竟然大受歡迎喎。於是佢就請人去執啲子彈啦，並開設咗一間專門回收舊子彈嘅公司，開拓咗屬於佢自己嘅事業。小強都話佢自己都冇諗過，一個突然之間出現嘅構思，竟然可以為佢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事業。呢一個呢，唔係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故仔嚟噶。好多人都以為俾人玩完嘅子彈一定會有人執噶啦，但係又有邊一個人會諗得到，其實呢啲子彈係冇人處理嘅呢？嗱，唔好以為乜嘢都係理所當然嘅。凡事如果我哋肯多諗一步，行多一步嘅話，可能會為你帶嚟意想不到嘅收穫㗎。我哋都會以為做咗嘢幾年之後，我哋一定會升職加人工㗎。不過又有邊一個人諗得到，喺呢個社會入面，唔係個個人都咁好彩，可以有得加人工㗎。你冇做足充足嘅準備，當機會嚟到你面前嘅時候，機會只會有一次喺你身邊經過。中國人入面有一句說話，就係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嗰啲冇乜準備過嘅人，機會呢係唔會俾希望俾佢哋噶。所以你要好好咁樣裝備自己先，喺下一次機會嚟臨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捉得住機會，大展拳腳啦。呢一個世界凡事冇僥倖噶。如果想每一個月搵得多啲錢嘅，咁你又需要準備啲乜嘢先至可以要求老細加人工呢？除咗返工之外，除咗人工之外，
咁你仲有乜嘢其他方法可以多一個賺錢嘅途徑呢？可能有啲大公司你一直都係想喺入面返工做嘢嘅，咁又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你自己心儀嘅公司多一啲機會面試，甚至俾人哋多一啲機會請你呢？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到，除咗以前返學需要寄啲課文嘅資料之外，出咗嚟做嘢之後呢，又要寄公司嘅資料啦、產品嘅資料啦，咁又有乜嘢方法可以更加容易同埋更加快咁樣記入腦，從而增加自己喺工作上面嘅表現呢？學咗英文都幾十年啦，學極都唔識，學極都唔好，咁究竟有乜嘢方法可以學得好啲、學得快啲呢？嗱，上面嘅答案你一定係好想知道噶啦。你而家嚟到嘅全部都可以俾到答案你噶喎。你而家望下上面喐緊嘅文字，全部入邊都係頭先嗰啲答案嚟噶。呢一度個名就叫做絕代雙驕培訓中心，隨便參觀啦。如果你有乜嘢問題嘅話，你就可以透過上面嘅方法去聯絡我哋會盡量即時答覆你。